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向信人，歡迎準時收看呢個禮拜 Focus on iNews， 聚焦國際，用客家觀點看世界。節目就開始先簡單為您整理一下世界各國記者下主要為期刊的雜誌有哪啲封面故事。Cover this week 提醒你看到嘅係美國 Time Magazine 11台雜誌嘅禮拜封面下年 The Perilous Fight National Anthem Protesters led by Colin Kaepernick are fueling debate about privilege, pride and patriotism 每項之戰。由橄欖球戰卡普尼克大條嘅全國過去者唔起起來嘅抗議，本來全球館總之此轉到外國中年正片變到很難嘅點。同樣是美國來看到 Newsweek 新聞週刊 Women in the CIA。The Hidden History of American Spycraft 中將情報區嘅5線個人戰，我講係美國情報工作冇人啲嘅事。準備強調實嚟，英國咧看到 The Economist 經濟行業雜誌 Living in a Low-Rate World， 第二利率加入咗帶對低利率嘅憲法當中，就哪條變化？國際焦點提醒咧，看到北韓嘅戰略性武力有4年發展，官方喺朝鮮中將通訊社20公布。太空火箭 engine 測試成功嘅消息，有兩通人金正恩視察嘅相片。北韓講，你係為咗提升發射衛星在火箭嘅性能。不過韓國、美國、日本都認為，你單車為咗安排常常會談，想係騙人聽。幾年來，北韓的火箭 engine 性能經提升，最新出來相片看得出，推力韓國太火箭 engine已經測試成功嘅。 새로 개발한 대출력 발동기는 단일 발동기로서 추진력은 80톤 무게입니다. 이번 대출력 발동기 지상 분출 시험은 작업 시간을 200초로 하고 발동기 연소실의 연소 특성, 각종 변들과 조종 계통들의 동작 정확성, 구조 믿음성을 최종 확증하는 데 목적을 두고 진행했습니다. 韓國朝鮮日報報道講，係講結合系列一種80噸推力嘅 engine， 改裝做長長比彈，唔單止沙場都會到美國國內，咪再到一噸安裝，再到安慰啲韓國太核彈頭。如果北韓有能力將系列 engine 按到一粒長長比彈項用模，韓國掌握到核彈頭轉到大氣層當中，必要工業材料技術模，驚怕還係有問題。 對北韓同國際上有很多制裁，還會有資金研發戰略武器。美韓兩國的外交安保智庫先前發表報告看得出，包含中國、東南亞一個所在，總共有560人嘅企業建議，還怕有問題上呢，透過洗錢同做闇米，將資金同研發核武嘅材料轉到北韓。貼喺本年點名嘅係實托遼寧省丹東嘅豐祥公司，還有公司負責人今年40人嘅馬曉峰。 對啊，喺美國訪問嘅中國總理李克強同美國總統奧巴馬達成共識，我強下來查同北韓聽說相關企業同建議，來確實做到聯合國對北韓嘅制裁行動。下個新聞綜合報道。近日就嚟美國咧看到北卡羅來納州嘅夏洛特市檢察大使副組長男性嘅事件，爆發令人甚至安部嘅大規模示威。預計抗爭嘅使者本開從大多嘅抗議者就冇叫進來。 除將宣布辦入去宵禁，嗱上個禮拜到俄克拉荷馬州5件開從大使副組長莫斯案件，檢方就用一級傳言罪起訴5件。 警察查同警用空中直升機協調嘅畫面，清楚看得到非洲裔牧師克洛克同旁人社會警察車皮嘅要求，確定上訴行向自家快啲路況嘅查嘅。不過車皮就講對方唔肯照定做，純屬入去查拿東西，係個動槍係適當嘅用嘅，感覺受到威脅，係個開槍嘅老幾大事。歐克拉荷馬州檢方1禮拜以內就用一級非email傳言罪起訴車皮，現時車皮已經停職咧。 While we are pleased to learn that the officer who senselessly killed my beloved twin brother will face criminal charges for her reckless act, we understand that nothing will bring him back.
啲也同時逼下羅雷納族哈洛提斯現在5年那麼年思考啲本警方用衝嘅大勢引起嘅大規模示威，來到第3部位，啲組裝頒布緊急狀態，國民兵進駐過後，22出席和平簽到，始終羅馬斯未頒布對半夜到大早6點嘅手機，為防事情繼續擴大。現在警方講，四隻公司卡定衝嘅，被抗命令將會留期大勢。唔過，佢哋嘅不肯人講技術項冇衝嘅，是喺草地踩項看數。抗議者要求警方停止公布僵屍嘅畫面。警方講，基本加速看高位，唔過會等到調查完成過後，將會來公布。22暗部啲哈洛提市中心示威演變做流血泡痛嘅過程當中，傳出衝嘅聲音。有啲示威者本衝嘅打倒，聽見人現在上到太厲害嘅高層呢。警方就對入案嘅來調查，現時啲佢衝嘅係啲非族裔抗議者，唔過未有人認負係警方佢衝嘅。黑新聞綜合報道。佢哋國際政治焦點鏡頭係到南美洲，巴西石油公司貪腐弊案，除了重新現任總統羅斯福本彈劾下台，發表27天，前總統盧拉也為貪腐案出庭受審。巴西警方涉事提出證據，講盧拉留給烏克蘭還有名下非政府組織，從涉及巴西石油公司貪腐案嘅檢上，收嚟幾百萬美金嘅5,000錢，還收嚟一棟海選嘅反貪污。指控盧拉係幾件貪腐案嘅最高指揮官，對總統任內係巴西石油公司假設住資產本來控強強。主審法官網絡20年前，警方要拿證據，盧拉停出接受貪污案嘅審判。Mesmo a denúncia sendo uma farsa, uma grande mentira contada, grande show de pirotecnia nesse país. 巴西石油公司被人調查2年啦，已經朝鮮總統羅斯福本彈劾停職，下議站嘅議長在內10個嘅高官到檢上都被指控貪污4000罪。不過盧拉係喺度稱級最高嘅，公款最大嘅任務。盧拉係左派工會出身。接受長盤勞工黨2020年變做巴西有史以來第一屆經過選舉火拼得到政權嘅左派總統，還會協助巴西自治。佢推行溫和社會經濟改革路線，推動巴西經濟發展，變做金磚四國民盟當國。2012年，佢親身向羅斯福做接班總統任前，成功染上左派政權。不過對石油公司表現爆發之後，做成變態咧。就算面臨貪污指控，不過最新嘅民調顯示，盧拉還係堅持到最高嘅2018年總統任前。佢透過日常視線對美國紐約嘅記者行為，講刺激良性情報係講繞嘴，佢話刺激係接受法律嘅制裁，唔是得整體嘅對殺。黑星綜合報道。近日在到亞洲，菲律賓嘅總統杜特地對上聯合國罵美國總統奧巴馬之後，200有用療效外罵澳門。杜特地之前講到澳門批評佢嘅所圖做法侵害人權，抗戰當中佢罵你200療效外，甚至別出動機批評西方國家係假君子，因為佢哋對全面選舉取得很難動員，所以冇資格批評佢。菲律賓總統杜特地20轉到佢去祖國抗議時中嘅塔沃什對當地商界代表發表講話，針對澳門批評佢所圖嘅手段侵害人權。杜特地壓到為止，對大家面前講療效話。Nabasa ko yung EU condemnation sa akin. Sabihin sa kanila. 上週澳門嘅宣講會上週禮拜發表重談5個聯合聲明，譴責杜特地對國內所圖手段涉嫌侵害人權。杜特地6月上台之後，展開所圖行動，讓超過3000個人亡命。杜特地批評澳門嘅西方國家都係假君子，台灣嘅全面選舉取得很難動員，冇資格對佢講兩條以為冇謂。杜特地在講在案，唔得就國際法嘅講療效話，甚至蠢出動機做嚟唔可可能自殺。Tapos yung EU ngayon, that's the goal to condemn it. As again, I repeat it. 前幾日，杜特地對南極場合重申係佢嘅喊係泰國式市長，佢勉強接受譴責。我理解佢係菲律賓嘅總統，代表國家侮辱佢，係侮辱菲律賓。杜特地上台之後，乜嘢都咁講，體現係侮辱咧美國駐菲律賓嘅大使。如果聯合國嘅秘書長潘基文係戇啊，竟然做很加種多唔可談嘅事，罵美國總統奧巴馬，你下就對上澳門，菲律賓仍開始傳出願意向法同政變推翻杜特地，係正綜合報道。
其他国际焦點都關心，遇到嚴重超載難民說，20日對埃及北部羅塞塔市外海邊上，至少造成43個人死亡，8個人本救起來，搜救工作還在進行。在埃及阿比瑞亞蘇丹西利亞緊急跳圖說呢，20日班長對埃及北部出發時向提出回，抵岸將生活地主變態。大概本人救起來送到自然期間，因本人入手卡限制的平倉紅，批評因沙條冇良心。老在利用巴沙嘅說呢，硬係將你200倍間掉。埃及官方媒體報道，說大概因可能就600多。فين هناك بقى في شاشات النهار قلنا للقبطان ده ايه المركب دي مش هتوصلنا بالطريقه دي مش هتوصلنا خلاص اذا كان هي كده لسه على اول الموجه لما تخش بقى وتتعمق جوه في الجري بقى هتعمل ايه؟ 埃及會眼方會出嘅說呢，個嚟夾淡中爭到，黃金事件全日是賦權大公上呢救援，官方初步統計總救助就包63隻本人救起來，43隻罹難，還有5地入到39，救援工作繼續進行。محدش جانا احنا جايبين 91 فرد منهم جثه اللي هي الاخت السوريه انا نزلت عليها جبتها من الميه ولا شفنا اي حد 今日天對北非全國提出回啟動其他嘅難民佬非法移民嘅因素見來見到，以沙集團主要的利比亞佬埃及人走，受動國嘅跳圖位，撒入落可與路橋香港嚴重超載嘅神來跳圖。今年上半年只見有2803人為變身事件死亡，比去年多嚟1300。聯合當地牛肉嘅香港聯合國大會難民問題也係大家關心嘅，係節目中下報道。相關的新聞來關心，希臘列斯波斯島紅嘅難民營之前傳出要遣送部分難民轉到土耳其，所以冇共同嘅國家有難民問題相互就爭議。而係抗議之後，日本人蝙蝠俠超過5000嘅難民過不將離開。警方除了將鬧事人捉起來，也緊急將日本就移送安置。為咗解決難民嘅問題，美國總統奧巴馬表示，已經有50隻國家捐獻。今年會接觸36萬嘅難民，人數已經係去年嘅2倍來。不過，比起難民嘅總數，實在還係唔大。公家行將傳到一類又一類受到無數所謂鐵架，本台貨少係令難民嚴重碰一下搶傳到位，佢到難民行提亞地度潛設架嘅東西。希臘東部列斯波斯島為莫水亞難民營19發生火災，40到60個總碰全毀。The fire begins from there, so there was fighting between Afghans and the other nations. They are throwing stone one by one, then they burned some tents, so all people go out, all tents was finished. 路透社報道，也係因為部分難民可能為本人遣返回土耳其，40到難民不滿爆發衝突，本人表火，當時火受到鬼猛，燒起嚟60件臨時住客屋，100個帳篷同3個火區，造成5000嘅難民本不離開。警方認為至少9位涉案者，派嘢40位真炮警察嚟進駐，還同聲音嚟送到其他所在。面對解決難民問題，美國總統奧巴馬提聯合國難民峰會香港，已經有50個國家承諾竟然會輸用36萬難民，係去年嘅2倍。We are facing a crisis of epic proportions. More than 65 million people have been driven from their homes, which is more than any time since the Second World War. Among them are more than 21 million refugees who have fled their countries. 世界各國使用難民未到到嗰度問題，因為德國喺亞下接受難民最多嘅國家，軍隊不時傳出民眾同難民爆發衝突。為建議嘅難民政策見受到爭議，實施到執政黨連沙提提風險期限數。德國內政部長除咗呼籲民眾保佑以外，未超過嘅判非議研究對策，希望難民用交俾到沙菲。客家新聞綜合報道。因為全球經濟恢復嘅狀態唔難明確，所以美國嘅聯邦準備理事會 Fed 宣布維持年單嘅利率長期唔滿意，港股這類關心相對嚴重。觀眾朋友對港股之後轉到節目現場，係嗱對外電消息的關心經濟焦點。美國嘅聯邦準備理事會 Fed 結束為期2年嘅利率決策會議，同時對台灣事件籌備大作宣布，連年第6擺維持利率唔改變。
联准会主席耶伦表示，唔信息主要原因是美国的经济有变好，不过还係有成長嘅空間。Overall, we expect that the economy will expand at a moderate pace over the next few years. Turning to employment, job gains averaged about 180,000 per month over the past 4 months, about the same solid pace recorded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year. The unemployment rate in August, 4.9%, was the same as in January. 就算美国也一波的數據看出經濟穩穩的變好，不過英國脱離效應對歐洲的影響天天的走出來。中國經濟面對挑戰，全世界主要的經濟應用的發展還唔清楚，都係美國聯準會第654的原因。韓國美國總統11月星期會舉行，考慮到政策外界運算，聯準會利率的變動會等到大選結果降低。 Prior time that they met, there was only one dissenter, and this time there's actually 3. Which is the most since 2014. So you can feel within the Fed and within the FOMC just a lot of conflict developing about future interest rate policy. 聯準會維持基準利率到0.15%到0.5%，合乎市場的期待。消息宣布過後，股利美股做輕度起嘅0.9%到1.4%，納斯達克指數沒創嘅新高。 另外一方面，日本銀行21建議到貨幣政策嘅會議後，宣布維持-0.1%嘅利率。另外到達到通貨膨脹前，當年買債規計係差唔多80兆日本錢冇變，不過方式有調整。2% の物価安定の目標をできるだけ早期に実現するため、金融緩和強化のための新しい枠組みである長短金利操作付き量的質的金融緩和を 導入することを決定しました。日本嘅新版量化同執法並用嘅政策，包含兩個新措施，用買新嘅日本公債嘅方式，10年期日債殖利率超過0%，日本前就每日，因為喺通貨膨脹超過2%嘅目標，繼續增加貨幣嘅供給量。不過日本銀行提高通貨膨脹嘅效應，受到市場嘅質疑。日本前21盤中先跌後起，喺8月帶到近千高點。客家新聞綜合報道。 近日社長啊，就嚟關心小樹佬喺輻射影響，日本嘅研究團隊過去2幾年持續觀察福島意外嘅狀態。雖然講有冇顯明嘅數據顯示意外有異常，不過有假條意外相當唔係出現啪日搭是上中快。 因為天內地草地風潮，今日到牛欄河，研究人員行檢苗過後開始做檢查。日本福島第3日係在過後，在天幾面操作來本地核對比數，但唔少亞太網站嘅牛嘅，就算26日要求開放民眾，總對進到附加係，不過從事嘅係到大風沙當中嘅牛嘅，現實講早就有嘅顯微變化。311係在島建接近5年半，也到牛圍嘅中熱島建行係唔限次嘅島，前面啲政府嘅大合下，200人頭嘅牛嘅變做觀察嘅對象。研究人員除也到牛圍嘅嘢調查風沙對頭上嘅影響。原爆とかなんかは一瞬の被爆ですよね。そうじゃない低線量の持続被爆っていうことなので、大型哺乳動物では前例がない。だからどういう結果が出るか全然わからないんですけれども、モニターしていこうということにしたんですね。研究人員23日就會做100檢查，唔單將出現還會熟悉牛胃嘅尿，檢查佢哋原生控有狀況也係08嘅狀態模，除睇有啲位牛嘅有泡斑同狀態以外，現時牛泵內同神經功能嘅檢查冇觀察到任何唔正常嘅現象，不過專家認為還是要行較多時間觀察，才做得有結論。で白血病が出てもそれが放射線の被爆によるものなのかウイルス性ものなのかがわからないと。でそれを今年は識別しようというのが一つのテーマになっています。研究團隊打算喺嗰啲3日內公開初步觀測嘅結果，到時就做啲啲福島嘅環境，要適合在高校頭上也係發展農業務。客新聞綜合報道。中國有一個維權律師本判刑係今年46歲嘅下年。籌備到北京終極人民法院本種詐騙罪判的12年的重刑，國家罰款還有賠償金加起來超過台幣2300萬。
画面上嘅一个人系中国南岸以来有名嘅维权律师蒲志强，佢因为用律师嘅身份为异议人士艾薇薇、谭中人也条人辩护，受到中国政权按罪名，同时吊销佢嘅律师嘅执照，同时授其5岁下令，也就是蒲志强数十年时间嘅辩护律师。2014年11月咧，上演香港占中运动嘅异议人士郭玉山。本中国当局关起来，佢嘅代表律师下令，马本人对屋卡带走，同时经过为1年半到今年6月咧，才开始出庭诉审，罪名系诈欺骗人嘅钱，达到1000万人民币。下令嘅假林路，喺下令本人流走以后，大约2年，将喺22个月一时嘅审判日，第一摆看到下令。无论他们怎么判，我坚信我丈夫是无罪的，所以我们要上诉。我们现在跟律师商量，我会就10天以内，我们肯定会提出上诉的。林路汉强调，下令喺法庭上看起来精神很好好，唔过喺谈到判决以后，看起来一定强。林路认为，也系中国政府为了打压维权人士所做出的报复性嘅判决。同时喺法院内背，路透社嘅记者喺采访呢样嘅过程当中，因本北京公安找麻烦，竟然还扑进嚟呢样机，上喺局就技能，客家新闻综合报道。美国的雅虎公司在当地时间20日证实，佢哋为服务平台有高达5GB的账号个人资料被黑客入侵，在严重呢，今年8月外传，有黑客对50万2只雅虎账号系靠出邮章嘅。就变做有史以来最严重的黑客入侵事件。雅虎喺美國採體時間22日拜四證實，伊條嘅網絡平台發生過嚴重嘅數據洩漏，有5GB嘅資料本人調走嘅，資料包含用戶嘅名、密碼、生日、電話也條，也係從太開客事件其實做睇8年就有成功嘅。更有是一間科技網站提咧報道有一隻退貨扶貧嘅開客，提50萬2億嘅雅虎賬號，行客渡貨係7月美國電信營運商微信公司，將宣布要賣雅虎價值48億美金嘅核心業務。If you're Verizon and you're trying to turn around these brands, the first thing you want is not to tell everyone how you're really sorry that you lost their password and possibly had some hacking episodes. 未唔記係雅虎2日調查過後，將證實一件事情，韓國發現一件事情比上嘅更加嚴重。微信未係到1禮拜，將啲雅虎數度開行入侵，雅虎提醒用戶係講2014年過後都冇改過密碼嘅人，要加改過。The scary thing here is I think Yahoo has done steps to protect against, using this data against a Yahoo system. But the data that's out there can be used against other systems. So if you use the same passwords or usernames or recovery information on other services such as Google or anything else out there, they can use that data to get in. 前日大微信宣布要賣雅虎核心業務，包含郵件、財經新聞、韓國體育網站。有傳講就係一百開客攻擊嘅目標。一項數據案本來喺2017年第一季就會完成。雅虎喺聲明當中講，一百攻擊事件應該係由呢個國家政府喺支持。雅虎執行總沒有要救雅虎救唔到，也係有遇到其他開客攻擊事件。唔但請冇面風，可能公司都會冇起嚟。客家新聞綜合報道。今年呢，諾貝爾獎下週嘅開始為60個公佈，不過欠咗5類諾貝爾嘅全國司法獎20日提前公佈。當然第二呢，拍攝嘅條規都是喺轉播當中，叫民眾敘利亞民防區，還有俄羅斯、埃及嘅人權傳統人士協助人馬得獎，做得強下享受超過1600萬台幣嘅獎金。今年的正確成敗獎，其中一個得主係敘利亞嘅民防隊。2013年，敘利亞爆出內戰過後，研究成立嘅，也5年半來，也係經地戰爭當中來救苦難嘅敘利亞同胞，都經救為6萬3人。按照隊員唯一嘅安全批評，就係一旦發生魔位，所以大家都講言係怕魔位。但係拍魔位嘅3000嘅職工都係敘利亞嘅平民百姓，有做木箱、做衫褲，還有做麵包，體育先生一道。認證職工嘅死亡率有5%咁高，被本人看作係全世界最危險嘅工作。一條帶定拍魔位嘅職工，被基金本人提名到今年嘅諾貝爾和平獎。
挑早年同难民韩加移民整起权益的俄羅斯50年前導師減努10幾年，三萬同50整起權益提升良性平權的埃及5件運動人士下山。還有就算遇到死亡威脅，政府打壓還係堅持新聞專業，而爭取言論自由的土耳其反對派部長強火報，也都係今年的政科審判獎的得主。也是主人都會強下得到300萬元的水電錢，也就是超過1100萬元新台幣的獎金。The Syrian civil defense, the so-called white helmets, even work under a situation of civil war, and the other 3 work in countries where the government does everything to silence critical civil society. So in that situation, we're amazed by the success that these laureates are having despite the difficulties, and we also think that the award could be an important support and protection for them. 政科審判獎係由瑞典同德國兩個國際的慈善家約克斯庫爾第1980年創立的，當年為頒獎100，主要係為表揚諾貝爾獎冇注意到的暗號的事情。從喺先前受到九個美國大規模監控計劃嘅中情區前僱員斯諾登，2014年家下每次得到政科審判獎。下個新聞綜合報道。印尼對全世界總共有120張外館，不過外交部準備來採檢，提出報名單當中包含了北歐的挪威，還有美國的關島，不僅拿掉衝擊國際同意強化的關係。觀眾朋友對韓國之後繼續收聽遲朝國際，嚟咗禮拜4晚後，同你大家嚟關心係外交部傳出外採的4張外館，係咩全見招人，也對印尼就難掉影響。今日節目提到，我哋嘅繞場道係談講大學全球堅持經濟學呢，包正好包主任您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謝謝主任來到我們節目現場。那做這個主題啊，我們是最近這一週剛好聽到這個，因為部長跟外交內政委員會在開會，然後傳出說要採外館的消息，我就趕快找資料，就會發現其實主任在新政府上任前，大概4月中就已經預見到這樣的狀況，就已經發表過文章，所以很難得能請到這個主任來到節目現場。那首先我們可能要先請主任為我們的觀眾稍微簡單定義一下，究竟現在講說要採外館，那外館之所以存在，它原本有什麼意義，能發揮什麼功能，或者說這樣的外館它是不是有什麼本業副業？先麻煩包主任好。好，那我很想說，我們外館呢，就是我們國家的代表啦，所以它外館存在的意義跟最主要的功能呢，是在就近跟駐在國或建立好比較好的良好的關係，或是溝通。那在這種狀況下，同時要辦理2件事情，一個是領務，一個是僑務。所謂的領務就是簽證。外國人要到台灣來的時候，對他必須要先辦理簽證。以前啦，以前需要辦理簽證。還有另外就是我們有一些僑胞，那我們希望這個維繫僑胞的關係。簡單來說，最簡單的問題就是外館存在的目的就是交朋友，在當地國家的朋友，然後呢，讓建立起一個比較良好的關係，萬一有事的話就就近處理，然後就近處理。那跟這些有關的都是本業啦，是，所以他就是交朋友。那副業就是接待台灣去的訪賓啊，接送機，對，就是接送機啦，然後就是協助安排拜會活動啊。那其實這也不能算是他們的副業啦，只能說有這個需要。可是如果被濫用的話，那就我們常常說有一些代表處，然後它的存在的功能。可能，比如說像巴黎法國代表處，那它就是熱點啊，很多人去啊。是，那他的接機的工作、接送機工作就變得很重。那相對而言，他交朋友的任務可能就沒有辦法那麼集中。那人員資源跟時間有限，大部分都用在接送機的時候，就會有一個排擠作用在。對，可是也不是每個代表處都這樣子啦，只是有一些觀光地區的代表處，這個狀況會比較嚴重。那假設我們要談採外館之前，是不是主任先幫我們稍微說明一下，究竟中華民國現在在大家說我們是一個小國，那在外館的狀況來看，好像不是這麼一回事。我們現在外館的一個輪廓、數量啊、所在地區啊，是一個怎麼樣的狀況？那個我們現在外館的設置的點
除了扣掉，因为非洲有50国嘛，对不对？那我们涉国的大概好像是4还是5个国家以外，其他国家都没有。对，全世界总共197国，所以非洲大概就扣掉40几国没有，剩150几。然后加上南美洲，我们的馆也没有这么多，南美洲的馆也没有，就是国家也没有这么多。再扣掉这部分，再扣掉另外一个区域啊，就是前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就什么亚美尼亚啦、土库曼啊这些国家，在中亚这些国家，这些没有，然后北韩没有，当然北韩没有，南亚的国家也几乎都没有，除了印度以外。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相对而言呢，我们从世界经济角度发展的角度，就是比较经济发展程度相对低的国家，然后比较跟我们传统上跟共产国家这边我们没有设管之外，其他的部分我们几乎全部都有管嘞。所以数量上，我看到好像有120个。对，120个，这个应该这样讲，它是包括不同层级的管处加在起来。对，有什么大使馆、总领事馆，有代表团、有代表处，还有办事处。对，好，那我简单解释一下哈，就是因为我们一般来说都叫大使馆啦。有正式邦交叫大使馆，没有正式邦交的话，我们只好设代表处，所以这两个是同级。就是为什么叫外交部说对外称代表，对内称大使，好像他们是同级的。然后总领事馆呢，它其实领事它就是办理领务业务啊。领事馆跟办事处是同等级的，对，同等级的。那代表团是因为主要是因为 WTO 代表团，然后它是因为它参加是国际组织，所以它也是代表处等级的。然后在最后的话，就是港澳事务服务处，它是个比较特殊的，因为政治性的目的存在的啦，所以它是不是要把它列入？我觉得。不见得一定要把它列入了，但总共来说，我们就是在外交部在全世界各地设了120个不同等级的管或处，那总共加一加的话，大概80个是大使等级。对，那大使等级的话就是特任，他是特任官，他是特任官。这里后，我们跟观众对照一件事情，观众朋友应该不陌生，中华民国的这个邦交国才22个，那少了甘比亚，说少了一个。可是你看，照这个主任所介绍的，我们的外馆高达120个，所以以我们这么有限的邦交国，就有正式外交关系，我们的好朋友之外，我们还能有这么多外馆，这某种程度上算不算是一种我们的外交突破、外交成就？我觉得算呢，因为你要这样想，我觉得因为我们必须很诚实的面对自己，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在很多地方，我们至少人家在口头上是不承认我们是一个独立的国家的，可是在很多可是我们的代表处，比如说在我们的驻美代表处，我们的驻美代表处的人员他是享有外交礼遇的。换言之，我们除了名字不是大使馆之外，那我们的外交人员，然后所向的外交礼遇，做一切待遇都跟外国使馆是一致的时候，这个我们必须承认它是一个外交的突破啦。但是批评的声浪就讲说，这就是在花钱交朋友，在刷存在感。可是我们交朋友就一定要花钱啊！你能够享受到任何一个不花钱交朋友的方式吗？而且这种花钱的方式是我们设立外馆在那边，并不是我们直接拿钱去乱花给别人用。我觉得这两者要分开哦。另外一个就是说，所以说我在想说，我们在设立使馆的时候，我们在设立代表处的时候，这个代表处的功能能不能发挥？其实最重要一点就是看它是否能够争取到外交礼遇。这个我觉得这是一个衡量的标准，因为我们可以也许自己自我解嘲啦，对。虽然我们没有正式，我们跟这些国家虽然没有正式建交，但是我们拥有跟实质正式建交一切的关系的话，这的确是一种外交突破。这就表示我两国的之间的关系已经被拉近了。可是现在为什么外交部要采外馆？很基本，大家想就知道理由，就是钱的关系。我们从我们统计的这个资讯，我们带着观众一起来看一下哈。外馆花多少钱呢？120个外馆，他们总共聘用了1896名的外交人员，光这一群人的人事费用统计大概是65亿，然后还要编业务经费，大概超过30亿，所以外馆在花的费用上面，总计一年大概是95亿，所以这样看不多，可是占我们外交部的预算已经超过1/3， 38%，所以说花钱交朋友，老实讲，哪一个不花钱？问题是说要花这么多钱吗？好吧，这就是问题，就是说，因为我自己个人的观点是，我是认为外馆应该要裁啦，但是裁要有章法，
好，第一个节省预算当然是一个主要的目的，但是我们认为说节省这个预算是要把钱用在该用的地方。是好，那所以说，那我们就要从回头来看，为什么要设立外管？最主要跟住在国中的他怎么去建立关系，然后把一些不必要的业务其实可以拿掉。我举个例子，就像美国，我们驻美国的代表处啊，有一个代表处，就大家都知道的双向园嘛，驻美代表在 DC 华盛顿，然后我们在纽约有纽约代表处，纽约当然很重要的城市，然后在洛杉矶、旧金山、Houston、Chicago 我们都有，可是在美国总共有12个办事处，等于我们在美国设了12个领事馆。那可是美国人到台湾，他不用签证啊。对。那你设这个领事馆的目的是要帮助大家比较方便办签证吗？然后有部分是可能要办工作签的话，对不对？那他其实可以用邮寄的方式把申请表寄去嘛。需要面谈，你再请他来，没有必要说为了这种非常少的那种业务量去设立这么多的办事处。对。然后像迈阿密办事处啊，对不对？据我个人了解啦，像去迈阿密办事处啊，它大概只有2大功能。一大功能，一个就是接送机，因为迈阿密是旅游热点。另外一个就是那个侨务，当地的侨务。那其实我们在很多地方的办事处啊，其实处理的是侨务问题，尤其是像传统国家，像美国、日本啊这些国家，我们是设立办事处是为了侨务问题。那我们设侨务啊，主要原因是希望说透过毕竟血浓于水，不然你怎么去形容？就是比较容易沟通嘛。对。那希望说，通过跟他们的交往，能够借由他们的关系，能够增进我们跟这个国家的实质上的关系。可是我必须很诚实讲，就随着世界情势的改变啊，我们真的能够仰赖侨胞来做这样子的事情吗？我个人看不出来有这样的结果啊。那而且退一万步来说，那其实是侨委会该处理的事情，不是你就目前政府的分工，除非你外交部和侨委会合并，不然看起来那是侨委会的事情，跟你外交部关系不大。老师呢？你刚才提到是像美国、日本这种大国，假设我把这个焦点放在一些比较小的国家，根据统计，这些小国，比方说他们的人事费用并不高，因为每个馆可能少至3个人，然后多就5个、7个，对，所以他们每年所花的人事或是整体的预算，其实远低于我们跟那个小国双边的贸易额。也就是说，就投资跟这个获利的角度来看，就算看钱好了。还是划得来，所以要裁的反而不是这一类小馆的。我不赞成裁小馆的原因不是这个，不是这个逻辑。我认为小馆应该要存在，尤其是每一个国家，我们现在已经有大使馆有代表处的国家，它不应该被裁撤，因为我们的外交就是要有某种程度有一部分就是要刷存在感，我们必须要存在啊，对，然后让对方知道我们。那你说小馆，可是你用那个经济的理由啊，经济的理由，那就说什么双边贸易，我觉得那个是完全没有道理可言的，因为怎么会去拿双边经贸的比例去看的数额去看说这个馆应不应该存在呢？或者说它的效率是什么？因为馆处存在的目的不在于推动。它可能是一部分啊，但绝对不是重点，因为那是外贸协会的事情，是经济部的事情。所以我们会有一些代表，所以我们驻外馆处的时候可能会有经济部的代表，跟教育部的代表也会有。但是一定要大馆大馆才会有这么多。那像这些小馆，它存在的它本身存在，对我们来说就是有意义的。存在就是至少我们可以就近跟当地驻在国有的政府有一些沟通，可是就算。其实外交人员有的很辛苦，真的很辛苦。他们在一些我们不是这么友善的国家，所以我们已经有馆处了，他们必须讲难听点是死皮赖脸。有啊，我们不是听到凯达格兰大道2号的灯永不熄灭？对啊，就是死皮赖脸去建立这种关系。其实我们真的要对外交人员，因为我自己曾经接触过一些外交人员，亲身跟他们在海外的看到他们工作的状况哦。那我们的外交人员在这么艰困的环境当中，然后去为我们的外交国际空间努力，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值得肯定的。所以说他们刷存在感，我不觉得是一件这是一个价值。对，这它本身就是个价值啊。所以小馆它也许它应该要留着。我认为我们现有的国家，每一个国家已经有馆的后，不应该
代表处这个等级是不需要裁撤的，真正需要裁撤的是像美国有这么多的办事处，对，那他到底要做什么？这个才是问题。如果说中美台美关系嘛，台美关系其实是台北、北京跟华盛顿在决定的，关 Houston 关这个，其实跟 Houston 其实关系不大啦。然后你如果说是我们要跟当地的政治人物然后有比较多的交往，比如说国会议员他的选区在那边，如果是基于这个理由的话，国会议员大部分时间在国会山庄。是。然后他如果回去，他回去选区的时候，你就搭个飞机去吧。其实真的不必要在那边设一个馆，就还要花这么多钱。真正从经济的角度，从节约经费角度，是从这个角度去切的。OK， 好，我们先谢谢上半场这个报主任带来安详社分析，到底彩电外观不就拿掉负面的冲击？之前有风联普通日出彩电5张外观，係咪外交正經要減損？成日一下強下嘅關係。歡迎大家轉到持之後國際討論嘅現場。上半場講到咧，兩岸外交部有可能會採的4張外觀，到底會有哪啲衝擊？其實咧參考類似現場嘅報主任。主任，我們先從一個歷史的一個狀態來看哈。之前在2009年，歐宏練擔任部長任內，他裁過外觀，他裁過5個外觀，南非的約翰尼斯堡、固朗、委內瑞拉、玻利維亞跟孟加拉。究竟少了这5个外观，我们外交上有什么减损？这几年来看得出来吗？其实我们的外交损失都不是撤馆造成的，跟那个都没有关系哦，都是两岸关系波及外交关系嘛。那这些馆处会被裁哦，最重要的原因都是因为他们没有发挥功能。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来讲，就是那个驻玻利维亚代表处，驻玻利维亚代表处然后你知道那个惨到什么程度？就是我们派驻玻利维亚的外交官到后来然后他的影响力可能还不如台湾的背包客。外交官呢？对，因为那时候玻利维亚政府对我们真的很不友善，然后到时候实在是撑不下，就是我们那时候有一段时间是甚至怀疑，就是说如果我们的外交官然后出境了，对不对？能不能再申请到签证都是问题。在这种状况之下，而且第一个我们跟他们没有经贸往来，第二个又没有侨胞，也没有学生。然后就这么不友善，这种馆然后其实就真的是应该要裁，就应该要裁掉了。所以说，可是你裁掉之后，我们跟中南美洲国家的关系有什么连锁反应吗？其实没有啦，就是我们的外交损失其实都是两岸关系去影响到、波及到外交关系。所以我不认为裁撤馆处这个东西跟我们的外交处境有改善或是恶化我们的外交处境，我不觉得会有任何的影响。来，那这是过去发生的历史。假设历史上来看，好像没有什么减损。那现在传出第一波要裁撤的4个地方是美国的关岛、沙特阿拉伯的吉达、德国的汉堡跟驻挪威的代表处。外交部一贯的讲法，他讲说，要不要裁外馆？他其实是有一些这个 criteria， 有一些他根据的这个衡量指标，包括说政务发展潜力、经贸关系、服务。老师刚才讲到这个外国的朋友或者是台商，以及自然资源多寡，还有馆处之间的距离。假设照这样的需求来看，现在传出这4个外馆，老师您觉得有谁符合这样的需求？那谁确实有需要被裁掉？我要先讲一件事情，我觉得这个指标这个事情是随人讲的啊。你想要它存在啊，对不对？你可以找出千百种理由，告诉他它有政务或者战略性的重要地位。比如讲关岛好了啦。关岛你可以说战略地位很重要啊，对不对？美军基地在那边啊，可是那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好，那所以说在这次来看呢，这4个听说要裁的点，然后我们看有共通点，除了驻挪威代表他是大使馆等级以外，这另外3个都是代表处，就是有总领事馆，对不起，都是那个办事处，都是总领事馆等级。那总领事馆等级，它就办就是领务嘛，领务业务，或者是说服务当地侨民，或者是说服务我们去的人。可是沙特阿拉伯的吉达对不对？我不知道我们到底有没有侨民在那边，我们到底看到经贸关系如何？这些都是比例，其实应该是非常非常低的啦。那汉堡的状况也差不多。可是世界各国在汉堡都有馆这你要这样想不是人家要你就要有大家有我们就要有。
那可是那人家不要，我们是不是也不要？我们的邦交国都在南太平洋、中南美洲啊，很多国家是不设管的，我们还是要设管。为什么？因为它是我们的邦交国，我们的状况比较特殊，所以我们要有自己的做法，不是人家有我们就要有的。我觉得那如果我们都学，凡事都学人家的话，那好了嘞，我们根本不需要有大使馆啊。就是你说的，老师，凡是学人家，这几年台湾一直在讲说要学北欧，现在要把北欧的馆都裁掉，那这一点我们也无法理解。好，我不赞成裁挪威的馆的原因，不是因为我们不要学北欧，是因为我们在挪威就只有一个代表处，然后我们已经建立好这个馆已经设在那边了，对，已经设在那边了。不管他表现好不好，如果他表现不好的话，想办法换人。好，想办法换人，然后尽量去，因为这个馆裁掉后，代表处这个等级啊，对不对？裁掉之后，能不能再回去，其实是有一些疑虑的，是有一些疑虑的。可是办事处不一样啊，办事处我裁掉一个办事处，可是我在这个国家还有其他的馆啊，至少有代表处存在，所以从你真的要节约经费的话，对不对？你要想要资源再利用，就重新分配的话，我个人认为应该把目标放在代表处，就是我不会没有东西在，不会没有馆在那边。至于说要学习北欧，一定要设馆吗？我实在看不出来，我们学习北欧跟设馆之间的关系。当然我觉得要学习北欧有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台湾有个很严重的状况，就是我们缴的资本主义的税啊，对，过着资本主义的生活，想要有社会主义的福利，对，仰望着他们，想望社会主义福利。北欧的税率很高哎，那现在税率涨个1%、2%。就这2年在谈长照的时候，每个人都在讲芬兰，每个人都在讲挪威，可是事实上，可是你知道他们缴多少税吗？对，所以根据的这个基底实在差太多。那 OK， 除了这4个，那其实外交部在跟外交内政委员会在谈的时候，他们说目标其实是10个以内，所以说一直啦，就说或许还不止这4个。假设以老师所提到的这些标准，那还有哪一些馆舍或许可以有重新整并，或是重新来节约资源的可能性？我觉得外交部在提说这个10个，我不知道这10个的是怎么来的哈，因为你现在要裁馆处后，你要自己设立一个标准，要有理由嘛，对不对？就是而且你要先想这个你为什么要裁，裁出来省下的钱啊，对，省下的经费你要用在哪里？是以后的外交预算就变少了，还是你要转移到其他的国家去？这个要先考虑，然后所以才能够去定规模。你需要转移多少要定，然后你要裁多少馆数才能达到这个目标去定规模。所以4个或10个这样子的话，这样子的数字，我个人觉得是有一点点乱喊价，又不是菜市场。来，这样好了，老师，你讲到一个关键点，假设裁了一些馆处，然后我们多了一些原本要花在这些馆处的预算，挪在哪里，会不会就符合现在政府新的大战略、新南向政策？我们可能要把方向转了一下。那假设以新南向政策这样的一个大原则在上面，我们是不是有可能不要讲裁，有可能新设馆处嘛？在南亚或东南亚国家，我们有一些有机会的点吗？因为老师刚才讲除了印度，其他我们好像没有。南亚部分只有印度了哈，然后东南亚部分几乎都设了吧？是，除了柬埔寨没有，柬埔寨我们是被赶出来的。对。然后东帝汶跟文莱没有，其他大部分国家我们都已经有馆处在那边了。但重点是在于说，也许这些国家需要更多的外交资源的投入。如果你真的想要跟他发展关系的话，所以交这个朋友要花费更高的意思吗？而且我觉得应该要花的啊。如果你要发展，你所谓要希望跟东南亚有更多的互动，那你就要在东南亚做更多东南亚国协、东南亚东协国家以及印度。印度就我觉得该新设办事处的地方应该是印度。是，你看印度这么大的国家哦，我们在首都新德里设了代表处之外，我们就只在钦奈的部分设了一个办事处。对。那他们还有像邦罗呢，它很多其他的邦啊，比如说高科技发展高科技产业的邦，钦奈那边就算是一个，还有一些传统上面，比如像蓬贝那边、孟买那边商业的部分，其实蓬贝是印度第1大城，是我们没有在那边设点，当然很大部分原因是因为我们跟印度的贸易往来其实跟科技业比较有关系啦。但是你如果传统上面，你如果要发展，很多印度的有钱有影响力的人其实是在孟买。对啊，今天报上来讲，这个郭台铭这个很多的资源开始转向印度。那这样子好，我们谈要不要裁的原则之外，
时间点会不会是一个考量？因为我们老师一开始讲到，我们的外交关系很多是取决于两岸关系。那新政府上任之后，其实两岸关系我们没有看到太多的进展。那中国大陆它可以使一些小手段，我们看到卡陆克啦，或者是不跟你沟通啊，中断对话。如果我们现在在这个时间点有一点就是自己开始在采外管，然后我们又看到外交状况有一些岌岌可危，比方说教廷就传出说哇中国大陆很积极，这是一个讲这个话题或做这件事情适当的时机点吗？好，我想再回到前面我刚刚提到，就是我们的外交上的挫败，或者是外交关系的恶化，后绝大部分啊都根源于两岸关系啦。那教廷这个问题，然后在驻梵蒂冈大使馆，我们跟梵蒂冈的邦交，然后说要断已经20-30年了吧，都每次都在提这个问题。每新任教宗，然后中国大陆有任何的举措，那他们卡的问题只有一个，他们现在目前是大陆跟梵蒂冈还没有建交的有一个，就是大陆愿不愿意在宗教上面承认梵蒂冈的权威。是，如果大陆哪一天，因为其实讲白的啦，就是梵蒂冈对大陆不重要了，他不想要在这个地方开口子，所以才让我们跟梵蒂冈之间关系讲难听也是苟延残喘到现在。所以我可能回到前面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说一定要才代表处等级的，或是大使馆等级的，就是梵蒂冈。他对他不重要，可是他可是中华民国在欧洲唯一的邦交国。对，所以我讲就是，可是梵蒂冈在罗马，对不对？在罗马，你们当然驻意大利国中之国。对啊，驻意大利代表处也在罗马，对不对？那为什么不能兼辖呢？我们设驻教廷大使馆，兼辖意大利，所以要裁的是意大利。对，我觉得就把它并在一起嘛，就把它并在一起嘛。事实上，主要工作事实上是驻意大利代表处在做啊。如果你真的要裁的话，对不对？你真的要省掉一个特命全权大使的缺的话，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合理的啊。那我用一个比较 practical、比较实际的想法来看这件事情。大家讲小国或弱国无外交，那中华民国假设我们想要在国际上有一些影响力，或是做一些外交突破，除了这么传统的思维，就是设管处之外，我们还有什么选项吗？好，我觉得先第一个我不认为我们应该要增加国际影响力耶，因为那个太唱高调了，就是那个游戏不是我们玩得起的，那游戏真的不是我们玩得起的，所以也轮不到我们玩了，也轮不到我们玩。所以我们该做的是第一个部分就是走传统的路线，有设管处的地方去增强外交关系，尽量变成是至少是名义上面没有建交，实际上做到。另外一个就是走 NGO 的路线，就是我们在非政府组织上面靠民间的影响力。